江湖乡昨清出9000外栋的粪扫，中央地方饼中秋进前服员协调所强调，现场犹阁正欠施工。屏东市区早起7点外发生火烧，有3间透天厝受灾，边仔就是加油站，而且当着上班时间，附近也来大塞车。南投埔里大城里的民众一礼拜收到50张的罚单，拢是因为乌托邦停伫顶仔卡，议员望比较台中严厉管理的措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初2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即马为着要来拼中秋进前，互花莲的光复乡会当恢复正常生活。目前这灾区内底呢，2个加油站拢已经开始营业。也毋过呢，因为在地人这车呢，拢已经互大水甲浸歹去，来加油的拢是一寡工停车甲怪手。这人客是减超过8成。即马现场的状况，咱交互台的记者陈阿选甲柯明哲。是主播帮刷湖在前到搭已经第10天啊，光复加油站伫昨就一定开始营业啊。不过伫透早到搭基本上是无啥物人客，因为当地居民的车、乌托邦早就拢已经泡水啊，早就歹去啊。咱来听现场上新的一段访问。今嘛都剩这个3辆车呢，没有了。我们的车，我儿子上班的车都被水冲走了，没有。那摩托车。有一台在这里也被冲走了，没有了。啊，伫咧平常时是差不多几台？250到270啊，250到270左右。啊，这阵剩几台？这阵到50台左右啊。啊，普遍今仔来加油拢是啥物车较济？工程车较济。少数的是乌托邦，少数的无泡着水的。除了中油有开放用油，台电和台水也派大量的人力来到现场做抽修，帮助居民恢复正常的生活。台水表示，目前光复乡已经拢有水，只是水道水管尾流的所在水压较低。另外，经济部也讲，受灾居民伫9月份和10月份拢是唔免交水电钱的，希望拼中秋进前，幸福居民一个清气的生活。以上是记者陈阿选柯敏哲伫咧花莲上新的连续报道，咱甲时间交互主播。好，正多谢这阿选甲明哲来看花莲光复乡呢，这灾情上界严重的所在，就是伫咧佛祖街。伫咧佛祖街顶悬呢，是有一间保安寺，这已经有149年的历史啊，也是当地正重要的信仰中心。即届做大水，规间庙呢是互涂刷阴加2米悬，也毋过这庙内一寡神尊是好势好势，互信众感觉真神奇。怪手甲20-30位的志工伫咧花莲保安寺做志工，甲原本应该剩1/3的庙慢慢清出来。这大只的无法度入去，人感嘛歹清，因为这该清嘛。所以爱个细只入去清，这个又是庙，这个庙啦，拢古迹啊。规间涂刷有2米悬，不过对相片会当看到涂刷无因过神尊，四下摩尼佛、天上圣庙、关圣帝君，这个神尊拢好好，互信众感觉真神奇。当地居民也讲，保安寺是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给灵感，阮迄孙仔若伫外国，也是讲伫台北若来，拢一定去保安寺。花莲光复乡的保安寺，就伫即届上严重的受灾区佛祖街顶面。庙方讲，当初因为旱林去甲光复乡开垦生活，所以才会伫咧当地起庙。这间庙已经有149年的历史啊。虽然神明道顶一寡神尊阁好好，但是庙方讲，也是有一寡神尊去互大水冲去。咱的佛祖吼，新刻的有5尊，原来也有3尊到8尊，宝者12尊拢无去哦。唔啦咧，若要算差不多20尊啊。有3台环保局货车，搁放卡伫咧烂土内底。若伫咧这个所在咧，阿伯伊放弃几啊天的货车，伫咧今仔日总算找到啊。保安寺现场的路工梅是真深，也有附近民众的车，互大水冲到庙埕。庙方讲，即届的损失真严重，若是要清理好势，恐惊就要1-2个月时间。记者陈阿选柯敏哲花莲报道。来看即届这光复乡做大水呢，真侪狗仔甲猫仔嘛受到影响，所以兽医呢是出动去到灾区轮班甲遮的动物来治疗。另外，这灾区咧摒扫的时阵呢，是真侪人去互挂着伤，所以中央也来支援破伤风的疫苗。逐日来做的拢有上百个人次。搬冰箱嘛，手就滑过去，滑过去就铁片刮到。透早摒扫厝内手骨划着伤，会一直流。医师治疗了后，建议爱注破伤风的疫苗。
灾区成立的医疗站处理册上挂上等外科病患，在后逐天拢有上百人。中央嘛支援药厂关上的破伤风疫苗，提供有需要的灾民甲志工免费来做。灾区有时候一些细菌啊、土壤有些比较脏乱，所以绝大多数只要有伤口的话，我们尽量就是还是给他施打破伤风疫苗。如果没有打的话，它进入我们身体甚至会进入那个中枢神经啊。其实，在灾区现场，不仅人的照护很重要，灾后也有兽医师进驻，提供义诊服务，关心毛小孩健康。为猫仔狗啊较久宠物伴，若是有状况，饲主随带来予医生看。现场有志工引导加专业兽医诊断，因为造大水，动物嘛受灾，无论厝内饲的还是流浪动物，拢伫义诊的范围。它就是身上有虫，然后我不知道它皮肤为什么一直掉，好像掉屑屑一样。我们24小时驻点兽医师，然后还有宠物物资的发放跟一些问诊，目前已经累计大概救援120只以上的猫猫狗狗，或是像我们曾经还有民众送鹅啊、乌龟。大水锁定花莲光复乡灾后的复原重建，无论日夜伫进行，官方甲民间持续投入救灾，互灾区的各灾民拢会当尽量得到完善的照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光复乡灾区呢，昨是清出9000多栋的粪扫，这中央甲地方是拍拼要赶伫中秋进前来甲复原。针对即马网络传出救援人力先迈入去灾区这款的消息，前进协调所呢表示讲并无这款的讲法，即马灾区要是真欠志工。工具带起就往光复国中去了。花莲光复乡救灾高增加成立军号召镇压球队也来到3天，加上对职员总共35人，拢去光复各中协助清理。就会很心痛啊！我们球队能帮忙就帮忙啊！大家都有来，希望可以来这边帮忙，就是大家这个灾情的部分。让居民合力清理，才出动255台器具，1000人，清理粪扫量有9861栋，是最近上悬的量。各投入清沟工作，按算车至世界中央地方要拼中秋节进前复原。嘉户7个灾区。家户的垃圾的清理，目前的进度是88%，那道路的清理跟垃圾的部分大概是30%。那我们的做法就是，家户的垃圾持续丢，我们持续清，我们日夜都清。针对网络讲救援进入暂缓进入花莲光复的消息，先前协调所澄清无确保志工暂缓进入这消息，也强调对志工需求拢无停。按过水利专家经队长部长李宏源表示，若家己是指挥官考虑可能将病菌带出花莲，也呼吁大家唔通进入灾区。我们有疫苗的注射之外，请军方还有县府的环保单位，还有这个军方的化学兵的单位。在每一天都做消毒。按照今天的这个需求量来看的话，我们今天的志工也会超过1500名左右。我们对志工的这个需求是没有停止的。一般我们观测的传染病是类鼻菌，还有风头。那这2个疾病是不会很强，重点在志工的自我保护。到7日早起8点30分为止，死亡人数18人，失联人数6人，受伤人数151人。帮川河规区要搁伫咧解除红色警戒3项条件也出来，包含帮川河溢流流量是毋是达到危险地步，毛太安溪光复乡危险溢流爆发广告的状况，也搁有准深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好，来看即马这灾区的志工，除了是清土糜以外，也有人呢是替人来掠零甲加头毛，甚至嘛有护理师是四界走踪来提供医疗的协助，甚至有民众来做出一张灾区的整合地图。这发起人表示讲，伊的想法真简单，就是要互咱要伊的人甲地方会当有更较好的照顾尔。来自各地志工提各种工具到顶头入救灾，让人看到到底是真感动。不过，在灾区现场，其实也有真侪人无私来付出，不求回报。我们没办法当铲子操，但是我们用我们的专长去帮助别人啊。我看还蛮多人来这边帮忙，然后中暑。我是自己开按摩店，那我就干脆利用我的双手来帮大家就是舒缓。天气掠这个进路，缓解疲劳，所小价家己店规几啊天到灾区免费掠零，相关发挥也赞奖。有一些煽动贴布这样，喷雾什么的要高这样子。后边的牌仔内底，各种急救品拢有。护理师挂着这2条，伫灾区行来行去，倒位有需要护理，伊就对倒位去。
前面几天都没休假，我就今天放这天，然后就过来。我就是护理师啊，就是可以帮忙换药。我最会的就是换药了，我超会换药。那他们比较缺乏的是，可能是小路中间及时需要的包扎或换药这样子，所以我有点像是法师补血这样子，就是沿路看有没有人需要。灾区一下各方热心人士来发挥全中，点点付出，一心跟他为协助花莲来复原。走出火车站后，要是对灾区现况不清楚，只要点开救灾整合地图，哪里缺人，哪里缺机具，交通资讯如何，通通一目了然。救灾地图发起人卢先生讲，在花莲生活10年，真爱这片土地，想要让家己关心的人甲地方有更加好的照顾。也来伫后壁更加有一寡无私奉献的伙伴加入，来加强这个网站。从大学就学起到现在，我已经毕业6年了，也就是说我在花莲待10年了。我很喜欢花莲，然后我很喜欢看风景，然后我只是想要让我在乎的地方，我在乎的人们，可以被更好的照顾。尽管初一的志工人数甲前几天比有减少，不过中秋节连假即要到啊，一定搁再有满满。热心无名的志工会搁来斗3天，相关的铁公路运输嘛要提前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这天气又搁要起变化，来关心的是第21号轻度风台麦迪5，早起8点形成。气象署表示讲，这粒风台呢，伊的路线有较偏南平，所以袂直接对台湾入来。也毋过，伊的外围温系呢，拜5、拜6是会影响到咱的华东地区甲恒春半岛。也若这中秋假期，台湾大部分地区呢，顶部拢是好天，过到这山区甲中南部就较会落雨。这几天台湾天气稳定，各地头不止啊烧热，花莲灾区嘛继续在救灾。也毋过台湾注意，气象署指出，台湾的东南风，也就是菲律宾东边海面，伫咧初日早起8点已经形成第21号轻度风台麦迪5。气象署表示，这粒风台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也毋过外围云系拜5、拜6影响到华东甲恒春半岛会落准雨。这次的台风，因为它的位置相对比较南边一些，所以影响到我们的外围云系，虽然会带来一些水汽，但是并不是很强的旺盛的对流，所以花莲、台东地区、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那但是整体的雨量跟雨势并不会到太大。再来中秋连假期间，礼拜到拜一，气象署表示，这段期间麦迪5风台的路线已经较往中国去，所以台湾附近上主要是受到高压的影响。大部分地区顶部拢是好天，不过过到山区和中南部较会上雨。另外，气象署嘛提醒讲，拜5到礼拜，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会有较强的阵风，沿海嘛就要注意等应。中秋节这段时间，台风已经逐渐在接近中国的沿海了，台湾附近又恢复到比较以高压影响为主的天气，所以在上午、白天这段时间，天气一样是以晴朗炎热为主，但是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以及中南部还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气象署表示，伫咧菲律宾东方海面，未来热带系统也有可能继续发展，发生后礼拜6前后，也就是双十连假，热带系统会较往台湾东南部的海面。不过，敢有可能会形成风台？气象署讲，也阁有变数，要去观察。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来看台南市东区中华路桥要爬起的这个路口呢，顶个月是发生死亡的车祸，有民间团体也阁有在地民众呢，是质疑这车道的设计无解外妥当。即马交通局是回应讲，会优先来考虑乌多摆的安全，好好检讨。伫2礼拜以来，就会提出改善的方案。顶个月23，台南东区大东路二段参中华南路一段交叉路口发生一桩死亡车祸，40多岁查某人骑机车，无意外甲大货车相撞。对行车记录器来看，迄当时机车骑伫咧货车边啊，后来哪想是要去离路桥时，因为路桥道路缩减，路桥参货车出一个棚，致使骑机车会着轰撞到，不幸过身。其实这嘛毋是头一届，因为同款的所在嘛发生过。在地民众对这交通设计提出不同的看法。汽车好改做一道去，自然伫迄边的12路要起来，车就会降慢啦。你应该安尼啥无？取消左转，我弄对称。对，了解。你要左转，你莫左转，你就插过啊，佮伫遐西头佮划过就好啊嘛。初一市府参平台有去会勘嘛，原本中华南路一段是4线道，内边是道外专用道，汽车拢通通行外边甲中央2线车道，毋过要上路桥。路面敢若剩2线，风险缩减，机车就爱骑去边啊，事故风险增加。有民团建议，甲外边改成正外车道来处理，
毋过交通局考量到路桥具有车道的存在，那强迫该安尼，颠倒会互原本要上桥的人产生车祸。如果他们需要到桥边，那他也可以利用第二个车道直行的车道进入桥边，因为他在过程中，他旁边已经没有车流了，所以他这样的偏移是安全的，跟原本的问题从外面压缩到内侧，它是完全相反的状况，所以这样会比较安全。交通局这边初步会提出采用加强疏导的方式，或利用车道重新调整的方式来做改善啊。保证路桥宽度干来20公尺，无法度去拓宽，干来会当伫起立桥进前加强管制。加上路桥后面还有徛街，附近还有国校后门的出入口。交通局指出，按算2礼拜内提出正式方案，佮会去当地办一个会勘。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关心这屏东市区今仔日早起7点外发生火烧的意外，这消防队赶到位的时阵，有3间透天厝拢已经烧起来。报案的这民众讲的，这火是对农药行迄边先烧起来，嘛因为边仔就是加油站，所以说情势是真危险。这消防队呢是真赶紧，而且嘛因为当着上班的时间，附近也来大塞车。阵阵的乌烟冲对天顶去，不时会当看到红红的火。屏东市民生路顶3栋徛做过透天厝，早起7点外，有民众发现有乌烟对中迄间农药行冲出来，而且佫有爆炸声，一家一个赶紧报案。无偌久的时间，3间厝拢烧起来。啊！我就刚才可是你都不知道有爆炸声吗？他还傻傻的，我后来赶快我打2通，一通119，一通消防队啊。啊，那时候是哪一间先烧的？中间。割草机那间，刚才住伫透天厝的人拢走出来，无人受困。不过边仔都是加油站，而且火佫一直咧拖，加油站业者紧急做拍火准备。因为它紧邻我们的泄油口，所以我们非常小心，要特别留意。你们第一时间有自己先做所谓的？有我们的灭火器，当时都有拿到旁边啊，我们要盖一个那个防火毯。因为拄好等到上班时间，这场大火也造成民生路甲广东路出现大塞车。消防队表示，初步掌握10部人员受困受伤，加油站这边已经有做保护，不过火已经拖对边仔药局甲仓库去，现场也持续抢救当中。人员都有加派水库车前来支援，那目前又有延烧到隔壁的啄木鸟药局跟它后方的仓库。好，它有存放大量的农药跟一些溶剂等等啊，所以我们目前已经将火势范围先控制住。因为现场有囤真侪高导火物件，火烧超过3点钟，消防队是持续控制火势。屏东市长也赶到现场，除了慰问民众，也启动紧急应变，一先将受灾户送去饭店安置。记者柯家族、柯朝阳，屏东采访报道。伫咧新竹的香山一间农场呢，这内底是饲真侪古水的动物，便也是休区里，就成真侪人来到遮佚佗。也毋过呢，这业者经营3栋外所，互人讲做是违法的做生意。业者解说讲有提出申请，也毋过呢，这市政府煞直直拖咧，无要互通过。也那新竹市府是回应讲，一切拢是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拿下面一点。摕草啊饲古水的羊啊。囡仔感觉真欢喜，这是新竹市一间农场，民众只要买票就当入去佚佗。不过，就是这个行为，和市府认定是展出动物的行为，连续甲业者罚款7摆，总共罚125万。我们从112年的5月份开始营业，其实到一开始营业的时候就已经有被开罚，因为他市府那边认为说我们在农地上。然后做营业行为，可是我们其实养的这些动物都是法定的家畜家禽，我们会希望说，就是市府这边先了解一下，说到底其他地区的休闲农场他们的申请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步骤。虽然业者吹讲这些拢是家禽，不过内底饲的动物包括地鼠、羊、骆驼、回鹿等等，对相关管理单位来讲，煞唔是安尼。市府依动保法共裁处7次，合计125万元罚款。目前业者已缴清前6次的罚款。第7次罚款如逾期未缴，也将依法催缴及强制执行。这个亲子景点其实它不算是农场，它没有依法申请动物展演许可，它就进行了这个展演营业。经新竹市政府裁罚，然后逾期没有缴，才移送我们新竹分署强制执行。新竹市府指出，目前农场申请较单，因为各有欠点是也未过关。准则农场已经6000罚款，所以去赶快针对营业项目进行稽查，要求业者做好相关的改善措施。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来看婚姻未了，一搭气温呢9月30暗时6点外，那像就是因为电力设备伤旧啊，所以全熄电气。这水车呢超过12点钟拢袂顶袂动，所以昨开始呢陆续有这死鱼啊扑起来，损失超过100万。原来渔民是表示讲，早就已经通报爱换新的设备啊，结果这电力公司呢拢无来，而且有电火条断去，到打也未修复。演习后，有德牌啊，甲已经扑伫水面的死鱼勾去岸边。这搭是伫云林县麦寮乡苦厝演习渔湾啊。9月30暗时6点外，好亲像电力设施老旧，造成电线落去断电，致使拍空气的水车停将近12点钟，鱼啊煞一直死去。了上班过来接的啊，我咧鱼啊已经暗时伫中间就死啊。你安尼水车无拍几点钟？迄个时阵安尼几点钟？差不多12点钟左右啊。12点钟拢无放。对。啊，像安尼无放安尼，就规个上病啊。电断去，我已经甲伊讲2年3年啊，电火条已经未闭混，已经闭到这严重啊。它就是那个水线脱落的线啊断掉，我规区都无电，所以我损失的鱼啊100-200万。演习后是讲，渔湾啊演习包括台湾钓草鱼、大头鲢这鱼种，本来阁无几工就会当收成，即马煞拢死去，造成上100万的损失，唔知要甲倒一个单位求赔偿。希望电力公司赶紧替换老旧的电力设备。电线杆赶快换掉，无你互伊落去温啊，电死鱼啊，搁电死人是袂好的。其实我们已经有设计要改善了。那就像刚刚说到的，现场是养殖渔业的场所，它的道路真的非常狭小，那工程车辆进入会比较困难。那我们其实已经也安排10月中旬大概会过去做改善。台电云林区处是讲，目前现场电力经过紧急抢修，初一中昼已经复电，后续会派工进行老旧设施的替换。不过因为电业是发供电设备特性加运转维护的限制。无法度保证永远袂停电，对于用电袂使中断的场所，业者爱准备发电机备用，避免造成重大损失。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伫美国纽约一栋大楼呢，昨传出爆炸的声音了后，就开始放落来。一寡厝遐甲泰路呢是大家规死架，加在是无传出人员伤亡。初步判断，这爆炸的地点呢，应该就是伫个通风的深井迄搭。23楼悬的通风井规片崩塌，当弄向地面，砖啊甲冷气机散落伫游乐场附近。纽约布兰克斯区的米切尔公寓，在透早8点外传出爆炸声音，当地居民扬下多声，讲亲像恐怖攻击共款。And watching out the window, I see a big smoke, real big smoke. I get panic. Then when I hit the second one, is when the wall fell out. I'm starting to get nervous, panic. I cried. That brings me memories from 9/11. 纽约市长亚当斯指出，大楼顶楼房通风井爆炸，后结果崩塌。佮讲这是重大灾难，被积极避免。感谢侦查部门反应正紧，强调居民安全是第一任务。纽约消防局长表示，已經出動搜救犬來檢查，初步確認無人受困。We received reports of an incident involving the chimney to the boiler room here at Nitchurch Mitchell houses. This resulted in a partial building collapse. We are extremely fortunate. At this time, we have no loss of life or no injuries. 米切尔公寓社区有10棟大樓，居民3500人。長期以來，紐約市房屋管理局的公用的厝被批評設施老化、受氣甲熱水無穩定漏水生果這問題。這棟大樓1禮拜之前捌發生火災，造成一小路當傷送醫。緊急事務局表示，會檢查大樓結果，表示安排住戶暫時撤離，佮趕緊恢復甲疏解消氣。當局目前繼續清理現場，佮調查爆炸原因，強調會確保公寓居民的居住安全，避免悲劇佮發生。公司新聞陳慧珍報道。希臘的政府呢是講要讓這勞動市場會當較有春秋咧，所以建議一套加班制。原底呢是逐工上班8點鐘，真是改到13點鐘。沒想到這個法案呢還未送去到國會，就引起全國勞工團體的批評，嘛來發起大罷工的示威行動。
希腊首都雅典甲第二大城塞萨罗尼基，七日即将有超过8,000人上街头，抗议总理米佐塔基斯政府准备提出的13点钟春秋工时制度，两大公民营的部门工会做几大罢工。铁路、公路、军运交通全部暂停，学校、病院、政府机关也拢无人上班。国会大楼头前的广场组织大阵的示威民众。Το 13ωρο είναι το τέλος της ζωής μας. Σκεφτείτε να δουλεύουμε από τις 7 το πρωί μέχρι τις 8 το βράδυ. Δεν υπάρχει ζωή, δεν υπάρχει τίποτα. Και αυτό μόνο και μόνο για να επιβιώσουμε. Αυτό. 希腊当地咧渐渐脱离债务危机的恢复阶段，去年经济成长率有2.3%。不过，对于多数的劳工阶层来讲，加薪水甲关物价犹原是主要的问题。当局强调，研究当中的春秋加班制度并不是强制，单年上济敢若会当37天，劳工会当加赚40%的加班费。希腊允准每礼拜工作6天，服务业亲像是旅游、餐饮等等行业的员工，伫大月时甚至常常无例假日。全国每礼拜平均的工时是39.2点钟，比后面平均的时数35.2点钟更较济。 Στενάχωρο, οι εργαζόμενοι πάνω από 100 χρόνια πριν σχεδόν από εμάς έδωσαν μεγάλους αγώνες ακόμα και με το αίμα τους και με την ίδια τους τη ζωή για να πετύχουν το 8ωρο και το σταθερό ημερήσιο χρόνο και τώρα όλα γυρίζουν πίσω γιατί πρέπει κατά τη γνώμη τους οι επιχειρηματίες, οι καπιταλιστές να κερδίζουν συνέχεια και περισσότερα πατώντας πάνω στους εργαζόμενους. Δεν θέλουμε να περάσει αυτό. 建筑工会代表向发新社记者指出，超时加班、疲劳是工伤的主要原因。敢若是因这一度已经发生20宗致命性的工伤意外。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在世界上有名专门咧研究黑猩猩的专家珍古德，昨是伫美国的加州过身，食到91岁。这个来自英国的科学家，除了是研究这黑猩猩以外，在生的时也常在呼吁人类着爱注意这气候的危机。 美西时间10月70透早，珍古德研究所宣布珍古德过身，和这场伫加州举行的政治活动临时加速对事场合，现场气氛哀切。 Jane Goodall Institute has learned this morning, Wednesday, October 1st, 2025, that Dr. Jane Goodall, DBE, UN Messenger of Peace and the founder of the Jane Goodall Institute, has passed away due to natural causes. 英国伦敦来珍古德1960年，一人去非洲坦桑尼亚，伫贡贝斯国家公园的黑猩猩保护区展开数十年的研究。伊拍破迄时阵学界，敢用数字记录动物的传统，为黑猩猩号名观察因的家庭情感，佮证实黑猩猩也会制作工具拍蜡，解释人类照顾的行为的定义。 透过国家地理杂志甲纪录片，珍古德将黑猩猩的世界带入去全球的家庭，成做迄时阵小名女性科学家之一，也开启欧洲女性灵长类研究者的道路。后来，伊豆豆将焦点转向环保甲气候行动，推动教育计划甲保护生态地。We're part of an extraordinary species, and we will only achieve our true human potential when head and heart work in harmony. 珍古德后半生转向全球环保甲教育行动创办建家计计划，伊去世界各地推动保育，得到英国国会、法国人权军团勋章甲2025年美国总统自由勋章。即摆伊过身，留予大家科学突破甲影响理念并存的遗产。公司新闻陈伟珍编辑。 来关心台美关系的议题，即马咱台湾代表团呢是当咧进行第5届的协商。针对美国商务部长伊讲晶片生产呢，台湾甲美国要来对半分，咱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是强调讲，台湾是未接受这款的条件，嘛讲伊即届去的目的，就是咧争取税率降低，也阁有卖阁贴起哩。 美国对顶关系，台湾谈判团队继续争取更较好的条件。不过，最近美方提出这议题是晶片5分对半分。同时时间，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顶礼拜到美国进行第5轮实体协商，这个7月天美更登来台湾，强调未答应。我想这是美方的想法哈，我方谈判团队从未做出晶片55分的承诺请大家放心。那这一次我们也没有讨论这一项的议题那我们也不会答应这样的条件。 陈丽君讲，台美双方对强硬的合作也继续伫协商，另外232条款调查的项目也继续增加。也讲，此项目的就是要争取调降这对顶关税税率，也阁有关税卖贴加起去。也过去年台湾对美国顺差达到639亿美金，学者是分析，这个局面是进退两难。
就是如果我们跟美国谈得不好，那我们对等关税还有232条款的半导体关税还是偏高的话，那这个对我们台湾的出口一定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是接受也不是，不接受也不是。另外，10月7日台股大盘开红起270点，经过小可波动了后，收盘是25982点，电子股领起，台积电一度达到1350块，收盘是1325块。严格观察前一天有交易户数，敢若剩748800户，甲91年甲进前来比较，减少415000户。市场观察的情绪是真高。记者综合报道。正义大厂联电呢是传出要求供应商伫1个月内爱交出降价的方案，而且呢必须得爱减15%以上。也那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伊是讲，要互台美呢对半来生产晶片。专家是来分析讲，若准配合赴美去生产，安尼对咱台湾产业链会造成正大影响。对中国成熟制成的俗价竞争，正义大港大厂联电传出，这一通知供应商按伫1个月内提出具体应执行的降价方案，至少15%，按算为明年元旦开始。联电车子股价也有红变好，小幅度的震动。市场上有供过于求的疑虑。第二个，本身的终端需求不是那么兴旺的情况，再加上竞争对手又来势汹汹，要求供应商价格往下调整，是联电不得不为的一个策略。在正式通知中，联电强调国际局势剧烈变化，能源价、原物料、物流等成本增加，对公司营运甲毛利率造成真大压力。那供应链应配合逻辑，未来第三型分配甲订单合作亦是重要依据。联电表示，未针对供应商介绍细节评论。有专家认为，为摕到订单，供应商可能也是答应逻辑，毋过幅度依然爱协议。最近伫半导体产业，外界高度关注。针对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让美台各自承担晶片一半产能，也就是5分。行政院副院长陈立群进前表示，未答应安尼条件。以台积电2024年的营收大概3兆新台币，那美国客户大概就占了2兆。那你要把美国客户的50% 移到美国，这个当然如果完全配合美国的话，我觉得对台湾的产业链一定会造成影响。产业链不只是台积电，甚至连这个相关的供应商都必须要去美国。台湾甲美国已经第5摆实体参详，有关232条款安怎调整，是毋是伫美国设雷科学园区协助台厂投资？还阁等行政院谈判小组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台高线马太安溪桥呢，互大水甲冲害去。交通部今仔日早起，搁再去到现场来勘查，定出3个阶段抢修的这个目标。其中，这涵港便道会伫10月15来抢通，原来新桥预计着要等到116年年底才会来通车。大型的机构甲大涵港再去现场继续赶工课。经济公路局规划抢修3个阶段，虽然第1阶段涵港便道有工期较短的优点，毋过敢若会当做紧急的方案。第2阶段会搭钢铁便桥，已经较近路线较工法，钢铁便桥桥面下底会比原底桥较悬1.5公尺，明年1月底进行通车。第3阶段长期中建方案会伫115年年底单线双向通车，116年全线改建完成。2015年底单向桥梁通车的时候啊，它是先做一侧，先开放让南北来往的就走这一侧，然后它再做另外一侧的桥梁。116年年底应该会完成。测试现场清土线的量，目前已经达9861栋。公路局工程人员去马太安溪溪埔地势较低所在会勘，嘛设置水位监测的设施，监控便道通行的安全。交通部讲，未来伫原地所在中间的马太安溪桥，防做大水的标准加倍，提高到200年的标准。土木专家指出，附近的车路嘛要做伙考虑在内。如果要变桥，整个桥面可能会提高提高周边的道路跟桥要连接的道路，要怎么是跟着去配合这需要多花一点钱。学者认为讲，200年防大水的标准，伫先进国家内底已经算是真悬的标准。工程的经费嘛会大增加。附近对外的车路，这标准嘛要做伙提升。不过上界重要的，也是要回归到灾害预警的机制，避免类似的悲剧搁一届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好，即届这马太安溪崩山河做大水呢，到昨还阁有400多人是住伫个收容所。有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应该着爱建立这治港避难的指引，也若未来要重建的时阵呢，嘛着爱重视在地意见，才会当建立真正符合灾民需求的政策。马太安崩山河1楼造成真严重的灾害。根据花莲县政府的资料，到10月初1，还阁有400多人住伫收容所。中国团体结合光复乡的居民甲学者，针对灾后应变的措施提出诉求。因指出，即届有真侪志工去斗3工，也毋过光复乡也是红色警戒地区，建议政府应该建立志工避难的指引。防空警报就是要撤离，但是我们政府好像没有教大家要撤到哪里。地方政府应该要有撤离的指引，告诉志工，如果听到防空警报，他应该要撤到哪里，千万不要让志工变成另外一次的灾民。另外，受灾居民嘛呼吁政府烂头清掉以后，除了建立短期的防灾措施，嘛要尊重在地原住民的文化，用理灾无离乡的方式，先起暂时安置所。未来若是有长期安置措施，嘛要和部落讨论。当你用粗暴的方式把部落分散，第一个文化消散，失去凝聚力；第二个族人的心理健康，他没有自己熟悉的人事物，他没有办法倾诉心中的痛苦。中国团体和学者指出，有的居民是造残人，因为即届灾害农地受损害，政府未来除了提供补助以外，嘛应该请相关单位评估土地是毋是会使搁种植，若是袂使，就要提供因食头路的机会。因嘛呼吁政府灾后重建要推出新措施的时，爱听在地居民的意见，才会当建立真正符合灾民需求的政策。记者桂宗林、林小凯台北报道。来看宜兰县首尔甲日本的石湾市呢，早期是为着渔业来合作，所以结做是正门仔市。到当已经有30天的时间啦。这石湾市市长呢，今仔日是带团去首尔来参加纪念活动。嘛，因为花莲即马当咧灾后重建，所以石湾市嘛有说捐款的箱仔要来帮助花莲。首尔镇长李明哲甲日本石湾市长中山义良双方签灾害应变国际合作协定，未来对方若有灾难发生，会当向对方提出支援的请求，通好资讯共享，提供物资。首尔镇请台湾艺术大学协助修复30年前甲石湾市结做姊妹市的影片。迄当阵双方透过这个方式做渔业的合作，即卖合作已经扩大到观光、体育、教育。今仔日30周年纪念活动。嘛讲好，若有灾害会互相帮助。带团来台湾的中山义良嘛讲，已经伫石湾市役所1楼捐捐款箱，为花莲崩山河灾害募款。この度の花蓮での水害に対して多くの被害が出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心からお見舞い申し上げます。で亡くなられた方のですね、ご冥福心からお祈りいたします。募款按算到31结束，下到乌那国岛募到的钱，做伙捐予花莲的灾区。日本希望尽上大的拍拼，协助灾区早日重建。石原跟苏澳哈，这个地理位置还有那个气候都很相像，所以可能都有台风啊，还有水灾的情形发生。所以我们这一次那在石原市长特别的这个提出来要签订这个国际灾难这个自助的协定。首尔镇甲石湾市每10年都会签一届有关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领域的备忘录。即马大环境转变，天灾真恶预测，双方签署上新灾害应变国际合作协定，以两地居民的安全为优先的考虑。未来灾害若发生，互相会当支援，嘛互灾害应变会当搁较有春秋。记者综合报道。即届这花家沙风台呢，是伫南环山区带来大水雨，公路变道即马已经畅通。也毋过居民所发现这新埔路溪的水头呢，是有土石绑了冻伫个河里，真烦恼讲会变做是崩山湖。即马林保署已经有开始咧监测，目前判断是袂变做崩山湖，因也会继续来追踪。长期的南环公路当段，目前已经铺好货车行的便道。不过，伫南环山区的蛤蟆部落对面的山壁，有会当看到山头的土石继续咧落落来。伫顶个月27，台东县府就发现土石落到山谷的新埔路溪，甲溪道塌掉咧。虽然山谷距离当地部落关渡阁有大约100公尺，但是居民烦恼讲，若是溪流塌掉咧，又搁熊熊落大雨，水尾产地可能会受灾害。到现在还在
那个还在看呢，我们是还好，被危害的应该是出来那个稻田了。林保署地动分署测预搁在进行空气的检测，发现溪谷已经有水流出来，水位也继续下降，暂时未形成崩山湖。回堵的区域水位明显的下降，河道中有明显的沙洲，显示逐渐的已经恢复到自然的河道状况。林保署地动分署强调，新埔路溪水头土石放落来量体有9.8万立方公尺，目前渐渐河溪水抢走。原来这个地点离水北的出来桥过16.5公里，未马上有危害。会继续监控发现问题，会提前预警通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气象专家是表示讲，即马受到全球这气候变迁的影响，今年雨是落愈侪，毋则会引起这崩山湖的灾情。另外，有学者建议讲，未来应该若准有过这个崩山湖呢，就要透过这跨部会合作处理，嘛要成立防灾总署来因应灾害。花莲光复乡崩山湖崩花带来严重的灾情，救灾工作要持续咧进行。各界嘛对崩山湖形成的原因、甲特例等等的机制展开讨论。初二的一场论坛，气象专家分析今年的气象资料，强调受到极端气候、天气变化大的影响，海水的温度加悬，规片低压带瓦内间接带来超崩大水雨，形成马太鞍的崩山湖，落尾做大水。今年非常的特别，这个累计量已经是接近纪录或破纪录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极端现象。大家还有印象吗？7月我们是整个月都是几乎都是下雨。土木学者表示，台湾处理崩山湖的经验其实袂少。崩山湖在7月份形成了后，研究团队拢有咧监控。不过大水来进前，要一个手甲8,000人疏开，确实有困难。建议未来都要下部会合作来处理。8月、9月就跟着说我该疏散，还是该去做报告，还是该去做疏导？那问题呢，就会像前面8次的堰塞湖的成功一样，这一次就是没有问题，可能有财产损失，但是不至于有人命的损失。来参加论坛的学者表示，这个案例伫咧救灾防灾是真宝贵的，都要把处理的经验传承落去。未来透过科学对话甲行动，思考风险的管控，嘛建议政府敢是当成立防灾总署，来因应未来多变气候的灾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则意外的消息，这是屏东科技大学呢，昨有一个18岁的大学生骑奥多拜去弄到分隔岛，结果当场转昏去，送病医了后，也是救无回来。骑机车的查甫囡仔转弯的时阵，愈来愈挖近岛边的树仔，弄到分隔岛了后，倒落毋知人。车祸地点是伫学校面上体育馆前，下晡4点外，今年大学1年级4区的男大学生骑车经过失落，送医了后也是死亡。我昨天上课的时候就听到外面有救护车，然后我下课的时候看到这边就这边就站很多人。屏东科技大学校园内体育馆前学府路发生一件学生骑机车不慎自摔案，详细自摔原因调查中。校校讲，拄仔入学的新生拢有用讲座的方式宣导行车安全。校方内底定定发生事故的地点，嘛要甲当地警方会勘进行道路改善。开学的时候就对学生做交通安全的宣导，包括讲座，包括机车驾驶训练，特别对大一的新生。初二早起中会现场有看到事故地点周围有提醒学生囡仔减速的标记。学生囡仔认为车祸这么多，主要是车速上紧。就是要慢慢骑啊，然后过弯也要小心，要看一下左右来车这样子。老师，学校跟你们讲了？有，学校已经有通知了。屏科大校地将近300公顷，真宽，所以开放予学生囡仔伫校内骑机车。不过车祸的事故嘛真多。今年4月，学校附近车路发生学生囡仔去一条转弯车不幸死亡。2年前嘛，伫体育馆前发生过学生囡仔家己失事。统计将近2年，车祸至少夺走3个屏科大的学生囡仔性命。警方嘛提醒，无论是校园内外，骑机车爱遵守速度限制，维护别人也甲家己的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南投埔里大城里的民众呢，一礼拜是收到差不多50张的罚单，主要拢是因为这居民呢，甲奥多拜停伫个停车卡，已经连续1个月，逐礼拜拢互人来甲检举。即马机关是建议讲，会当比较大众来研议停车管理的措施。也那县政府是回应，会当找各公所来开会。我们这样子一次就
开2张单，我们1天的辛苦钱就这样没了。带这排差不多50户民众，连续几个礼拜直直互人检举，提罚单来向里长表达不满，因为因甲车插伫徛街头前的顶仔骹，不过最近定定互人检举违规停车，大城里这民众一礼拜就收到差不多50张罚单。居民认为无影响到出入，却直直互人检举，感觉真无理。像咱来乌多摆，爱叫阮放伫路边。袂使放伫遮，乌多摆因为你袂影响到人行嘛，路边嘛，搁较危险的代志。劝导啦，或者修法换免于说来开罚。如果是假日的话，几十张都有可能。南投县议员陈义君表示，交通部伫2023年11月有发文各县市政府。会当照管理配套需要，公告顶仔骹停车实施宽度免计发区域，时段也是期间只要留过路行路的空间。亲像台中市就公告，除了伫禁止停车区域以外，宽度伫3米以上的顶仔骹停车，会当放机车甲自行车，不过爱保留通出入的空间。建议县府对咧安尼做。3公尺以上。机车它就可以用垂直道路的方向来停放，好，安内建议讲嘛，袂影响到行人通行。召开相关的会议，就骑楼开放停放机车的一个条件、留设行人的空间宽度，还有违规举发的一些问题来做讨论。南投县政府指出，会邀请各乡镇市公所、建设处、警察局开会讨论。参考附近县市的做法，针对开放顶仔骹停车的条件、过路人行路的空间宽度、违规安全检举这个议题来讨论。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来看这中国府伊的麻醉护理师呢，长期拢有骹手无够的问题，也毋过病院呢是无要减少因的工作量，甚至佫要求爱加班。即马护理师是发起拒绝加班的行动，病院表示讲袂勉强护理师来加班，也若工时冇符合规定。中国府业门诊甲急诊客满真侪病人，不过却传出麻醉专科护理师因为拒绝正做血管医护，发起拒绝加班的行动。无麻醉师的是不是你的手术行程应该会比较不顺细啊？就是要协调沟通啦，多方沟通这样，对啊，不然他们太累也是不行的。不少病人表示，虽然可能影响开刀甲看医生的权利，不过希望院方会用甲护理师继续沟通。台湾护理产业工会伫并且指出，中国府医的麻醉专科护理师人力严重不够，并且应该有207人，实际干内剩140人。不过病院无关系减少倒房数量，互麻醉专科护理师被迫加班。病院每个月各会有排加班班表，员工是被指定加班日，而且常常临时加班，值班人员下班爱过酒店回太平，身心压力拢到极限，所以发起拒绝加班的行动。我是很肯定同仁，他可以依法去行使他拒绝超时工时的权利，但是也期待院方可以落实善意的对话，以制度来解决问题。会同本府卫生局前往实施法遵访视，已经有就超时加班及加班费，还有就是强迫劳工以正常工作时间劳动之情势予以辅导。中国府医用文字声明强调，袂勉强加班，尊重麻醉专科护理师意愿，未直接排定加班班表，工时拢合法规。目前急倒无受影响，长时间的手术会看情形进行调整。护理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是认为，院方短期应该向看医资源或者是寻求请用保费，中长期也提出增加请人甲培育计划来进行。台中市劳工局会进行查核。若超时加班的情形，会照劳基法来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国卫院有分析，在疫情初期呢，采用严格防疫措施的国家，这超额死亡率明显是有较低。咱台湾就是因为早期这防疫做了真好，所以互人来做是超额死亡率相对有较低的国家之一。也若这项研究成果，即马嘛刊伫美国的公卫期刊。新冠疫情伫全球滚价已经有3年的时间，来安怎评估医疗甲公卫之间的互动，也有正确介入的重要性呢？国卫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的团队收集全世界34个国家3年完整资料，
公告2022年已经发表的防疫指标，评估不同的防疫表现，对3年期间超额死亡的影响。34个平均的超额死亡率分别是9%、14%、11%。防疫指标分数高的国家，是比分数低的国家超额死亡率会较降低。台湾是属于防疫表现较佳的国家。那在超额死亡的结果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这边前5名排下来的话，纽西兰、台湾、日本、丹麦跟澳洲这5个国家在这3年的平均皆是低于5%。各位因指出，台湾因为早期的严格防疫政策甲全面防疫的合作，防立做超额死亡率相对较低国家之一。因那2022年第3年，台湾甲其他国家比起来，Omicron病毒是慢2个月才开始传，虽然疫苗落来，但是其实甲其他国家的超额死亡率的表现真要紧。一直守到你的疫苗的这个施打覆盖率足够，这样的策略整体来看还是比较值得，因为它是在一个利用疫苗已经比较成熟，然后利用我们的公卫体系把疫苗覆盖率拉高以后才开放。研究结果指出，勇健的医疗保健系统甲超额死亡率下降是真有关系。若要对严格防疫转向甲病毒做伙生存，疫苗的涵盖率要悬，才会当较安全。因为后疫情时代，防疫的应对能力是未来真重要的投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中秋礼要到啊，一寡消费机构呢是做月饼出来卖，也毋过家机关有机构是表示讲，今年这中秋的礼暗的卖了无介偌好。除了这原物料起价，嘛有可能是因为受到天灾的影响，所以订单是比去年还阁较减3到4成。拄行好的往来酥，一帮一帮为行箱行出来，准备要来包装。外口阁有老师带着校员继续咧赶工生产。家己县民向的落地教育基金会，拢会配合中秋节送礼的需求，接订单来生产礼盒。不过，因讲今年礼盒的订单状况无讲介好，大概往年的70%，因为台风，还有这次华人的大水灾可能都影响大家大家都去帮忙他们，这个是应该的。我们台湾都同一个命嘛，同命。另外一间伫直辖的家己县精神康复之友协会嘛同款受影响。协会讲，除了景气无好、原物料起价以外，因为这段时间天灾影响，致使今年礼盒的订单嘛比去年减3成以上。去年是差不多40几万的金额，那今年只降到剩下20出头，24万这样子，订单金额不多。对社福机构来讲，中秋礼盒的生产收入除了运用伫校园的照顾以外，嘛是培养校园自理的技能。社福机构表示，希望社会各界伫平常时也是当斗支持，互公益的烘焙事业会当加做照顾弱势的经济力量。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年的台湾世界展是伫中华举办，阁剩无10日就要来开幕啊！也毋过中华展区的管理图书馆工程呢，因煞讲11月28才会完工。这县政府回应讲，主要的路面甲路顶呢，会伫10月初5进前完成，也若其他的部分会等到展览结束才会煞落去做。工人伫大日头骹无闲赶工，咧打人行道的地砖。今年台湾世界展伫中华举办，10月初10开幕。其中中华展区管理图书馆到艺术馆头前的人行道工程煞也未完成，时间过时顶面，甚至写11月28才会完工。民众表示，这个所在为6月初时间较紧，唔知阁爱做偌久。然后这边蛮多车流量的，所以上下班的时候其实会蛮容易阻塞的。人行步道还没有整修好，我发现可能人要去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可能会有所不方便，甚至在停车上面会有所阻碍，甚至在塞车。官府表示，这个优先人行空间的工程范围是为中华市的东面街到管理图书馆、艺术馆，一路通到中山国小加高梁山庙。原本预定9月底完工，但是因为7、8月风台大雨影响，工程确实有延前。有部分路段伫世界展期间，敢来当成用旧的路面。彰化市中山路友善人行空间的这个工程，从
东明街一路串联到古龙山庙。全长大概有800公尺，那主要的工项会在10月5号前完成，也会在设计展期间提供民众通行使用。台湾世界展春末10日特别开幕，官府强调，友善人行空间的主要工程，亲像是铺设新的人行道地桩、提升路顶的光线，拢会赶伫10月初5进行完成。世界展期间会暂时停工，互民众会当好好看展览。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8度到36度，中部地区是29度到34度，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东部地区是28度到32度，咱外岛地区28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